这在，你们那里来当了八了个姐，那八万没力气了个，开个把啥可能忙你上个这地，去你让个走啊！等下来呢，咱们准备打到武汉的比赛就可以，哼，开，现在这个叫买我的地开，好，走。The like father like son 的了，那个美国的 number one，一个三个牌里，开个牌里 number one，一个来着的了。你俩行里面他那个里瓦个钱呢，那是几拿我那是辛苦领个拿那个，几家那个肯的，几没事的就，那是，家里那你还没爬个，那是啥山了？那回来了耶，过来了耶，韩国吧，搞中国人，知道吧？那么在这里卡巴里行里面的头的路，没碰我们那是不是了？阿没打，从那边下来的，行里卡着，我听了很懂说着，走嘞！没错对了，来的，那回去可注意那个。这风雨里呢，回没来的我老婆上来上学的那个，没呢最带起来的人，不能快，干嘛那么头进那个棚子里？干嘛的？今年给车进来，那个车没个车进，把他拉开了起来了，今年你买个车子，俺们车路进了嘛，他们没个车子，你要买两个，你让我们两个，对了，买去车推了个，我们用大了个，你让我们两个人都路去大门开了个，说个叫，我们路铺还在一里地，我们都是那个大门开了，你那开的上车开的，弄路客，那全部都开的，跟正常人的，没，你那上开的不？是个长脑筋的，什么？